今年巴黎奥运的开幕仪式会伫世界文化遗产萨勒河举行。咱来看当地有一款长的气运的飞行客停车哦。当局虽然许可讲会当甲轻机坪设伫河边，也毋过市政厅是认为噪音佮碳的排放对环境的保护，真侪所在佮做了无够好，表示讲因会来提出反对的意见。 这个乡镇做飞龙机场有18个电子动力普罗佩亚的飞行机能车，车到得到法国政府批准伫巴黎东南边奥斯特里兹火车头附近的塞纳河顶悬铺了停机坪降落。伫这进前，各界拢咧讨论，敢会当伫7月26至8月11奥运比赛期间升空。即马公布落来，停机坪使用的执照会当用到今年12月31。I could fly easily. 目前试营运的阶段，限制逐工早起8点到下晡5点运作。 1点钟飞行袂当超过2届，试营运的期间袂当超过900届。这是巴黎奥利机场营运商巴黎机场集团甲德国电动随地起降设备制造商 Volocopter， 希望透过奥运全球的吸引力，展示飞行客运车卖当甲红合作随地机场的电动随地起降无人机的停机坪搭配。目前巴黎郊区包括帝国路机场在内，有4个随地机场。奥斯特里兹火车头附近的塞纳河铺咧河顶的停机坪，会是巴黎市区内底头一个。 制造商表示，飞行客运车采集团飞行，未来若有大型的会当做救护车等等的功能。不过，巴黎有真侪市政官员是看了无点，市政厅认为噪音、消磨能源、甲碳排放等等的问题做了无够好，会对政府这项许可提出异议。即马奥运就要到啊，开幕典礼伫塞纳河顶悬举行是受到大家注目，游船的生意嘛真好。The most beautiful part when you can take yourself in the river and go to the Eiffel. When I started this company 13 years ago, there were only 5 little boats on the river, less than 20 people on board. And now we are at least 50 boats. 罗浮宫、巴黎圣母院、奥赛美术馆拢看会到，包船每点半钟是1000块的欧元，顶时台票3万6。当当业者受到邀请，负责伫开幕典礼航行，心内是欢喜甲袂晓讲，会当为巴黎奥运这场盛会有所贡献，伊嘛感觉真荣幸。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